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9月2号在家会主要分享的是言而有信。我们要读耶利米书43章1到13节。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。我向他们说完了上主，他们的上帝差我转告他们的每一句话。耶利米书43章第1节，这段经文在描述犹大人率众人进入埃及地，埃及必定会灭亡。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，塔利班迅速推翻政府，夺取政权。虽然塔利班承诺会在伊斯兰律法的框架下保障女性权利，维护国家平稳，停止政治清算。他们宣称会对人民及前朝官员大赦，但塔利班暴力压制反抗人士，残杀无辜民众的消息频传。如今联合国指出，塔利班早已拟定了一份清算名单，有意搜捕曾经为美国和北约部队工作的阿富汗平民。我们看到之前他们讲的好像信誓旦旦，但是却跟他们所宣誓的背道而驰。昨天我们谈到约哈南和众军长求先知为他们代求，并愿意听从上帝的话。结果呢，约哈南及他的同党竟然出尔反尔，并反咬耶利米，他说谎，否认他所说的是上帝的话。他们还把耶利米挟持到埃及，免得他向巴比伦暴露他们的行踪。此事让我们知道，约哈南等人在请求耶利米为他们向上帝求问前途之先，其实他们心里早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。他们事先做出了决定，然后再寻求上帝的证实和支持。换句话说，其实他们只是需要上帝来认同他们的决定，为他们背书，而非真正需要上帝来指引他们当行的路。这岂不是很虚伪吗？他们只是把既定的结论告诉上帝，就是他们已经决定了，请求他来附和而已。说到底，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操控个人的前途。其实在整个现实的社会当中，也有假咨询这回事，就是可能政府已经拟定了好政策，但是呢，为了满足民意的要求，可能进行一些的形式咨询，一方面让百姓能够发表己见，但是另一方面可能又用手段来操控民意，造成获得大多数百姓支持的假象。在圣经中，面对兵荒马乱之秋，究竟谁能主导前途？表面的答案好像是上帝，但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。人何时才会醒悟过来呢？在不幸当中，人写下了自己的结局。我们来默想，众军长对先知耶利米的态度跟之前的态度完全不同。当你说要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是否也会像这些百姓一样，只想听符合自己心意的答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
求你帮助我们以上帝的道路和意念为生命的方向和准则。求你不叫我们偏离上帝的恩典，或者是用我们自己的心意要上帝来为我们背书。求你帮助我们以神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为我们的道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充满平安、喜乐还有健康。我们下次再见。